五日节大家会食粽，高雄就有一间肉粽店，因为订单伤济，有请11个失联的义工去斗白粽，即马互移民署抓到。这间肉粽店的头家，相关会罚款75万。家里头提出，本想伫红寮汤的边仔包粽，邮来速度2、3下就包好一粒。也毋过在场赶工的员工拢是导游义工。 这外国的呢？这袂使用哦。这外国的呢？高雄这间肉粽店因为五日节订单伤济，请用多走的义工包粽，一位来自印尼，其他10人来自越南。印尼籍义工伫知影会防欠款，艰苦甲哭出来。店家因应端午节订单爆满，竟铤而走险，雇用义工赶工包粽子，后续可能因为违反就业服务法规定，遭采取巨额罚款。 移民署高市侦缉队表示，骗购非法移工相关会当罚75万，肉粽中会用到的礼物也袂当为境外违法输入。非洲地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，到13日止，有中国、越南、印尼等17个国家出现疫情。显然，亚洲地区的非洲地区疫情无共分，要预防病毒跨境传播，就要防止旅客违规炸疫区猪肉制品。同时发现，到6月7日为止，违规炸猪肉产品入境罚款20万的旅客有290人，甲108年1月到5月开发的人数比增加14人，有回稳的趋势，而且相关单位严格查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